大家好，歡迎收睇 N 家頻道。最近收到唔少觀眾朋友留言啦，想我哋拍攝一下富力新天地同埋太和中央廣場最新進度。今集咧就幫大家更新一下。咁對上一次拍攝富力新天地咧已經1年時間啦。整體嚟講咧，其實變化唔算太大。之前有消息話富力新天地會先搞掂住宅交樓，目前睇落 B 棟住宅就得個外棚架係翻新咗少少，可能咧都係做個樣俾人睇。咁1年嘅時間咧，相當於係冇咩工人施工。寫字樓幕牆同之前差唔多，都係完成咗約1/3。商業部分咧就未動工，營銷中心雖然喺度開放緊啦，咁但係就冇咩人。咁查翻資料啦，住宅 B 棟單位係一共有304套，咁其中咧已售36套，得17套咧係做好咗預告登記啦，16套係做咗抵押嘅，271套咧係直接限制咗。咁簡單啲嚟講啦，即係俾法院查封咗啦。咁原定2023年12月交樓，直到今日為止啦，交樓仲係無了期。咁當然都有唔少苦主諮詢過我哋，遇到呢種情況應該點算？咁唔單單係富力新天地嘅苦主啦，喺呢度小編咧都分享啲方法俾大家參考一下。首先要確認查封信息，攜帶身份證啦、購房合同到查封嘅法院執行局去查詢查封嘅案號啦、債務金額同埋債權人性質，重點去排查有冇存在輪候查封，即係多家法院輪流凍結。咁第二個呢，就係收集關鍵證據鏈，例如簽約嘅時間證明、合同原件、首付款票據、銀行放貸憑證。需證明簽約係要早於查封，咁存款或者首付款咧係要大於或等於50%就更加有利。咁按揭貸款咧就需要提供埋銀行嘅放款記錄。第三個係暫停房貸償還協商，聯繫貸款銀行啦，以項目爛尾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為由，申請暫停還貸，需要提供停工證明、查封公告等，咁避免徵信受損。注意啦，未經銀行同意係唔可以擅自停貸嘅，否則咧可能會被起訴啦，而且會令到呢個徵信受損。如果滿足簽約早於查封、已付存款或者係大部分房款未過戶，而且係非自身過錯嘅話咧，可以喺15日內提交呢個執行異議，咁向查封嘅法院提交執行異議申請書，附證據鏈，咁引用呢個執行異議附議規定第28條要求終止執行。咁如果異議被駁回後咧，可以立即起訴，喺15日內提出呢個執行異議之訴，通過確權訴訟咧爭取呢個房屋嘅所有權。咁如果唔符合異議條件或者係富力嘅債務過重，例如存在多輪嘅查封啦、資不抵債，咁可以通過起訴解除合同加埋呢個索賠啦，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同埋呢一個貸款合同，要求開發商返還房款、賠償違約金。咁通常咧違約金係房款嘅20%，咁資金佔用利息、房價上漲損失等，同步申請財產保全。咁查封開發商未售嘅車位、商鋪等資產，否則開發商咧就冇財產可執行。咁如果富力集團進入咗破產程序，就要立即申報債權。咁業主購房款咧喺破產清償中嘅優先級係高於普通嘅債權，咁但係咧就低於呢個工程款。基本上如果出現買咗樓但係自己嘅單位俾法院查封咗嘅，都可以按照以上嘅方法去處理。咁如果仲係唔清楚或者係冇時間去處理嘅，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客服57627840了解更多啦，或者係委託俾我哋嘅法務團隊去幫手處理。第二個就係太和中央廣場，咁最近有人傳出咧話今年嘅6月30號有機會可以交到樓，不過小編咧就了解過情況，係有啲中介咧就未了解清楚啦，將人哋工地門口貼住嘅橫幅奮戰100天，確保6月30，誤以為係今年嘅6月底交樓，咁實際上咧呢一條橫幅係喺上一年已經係貼住咗啦。咁我哋2年前咧都有拍攝過太和中央廣場，大家可以對比一下個情況。基本上咧流動方面都係差唔多啦，冇咩變化。
而商業區同埋內部花園嘅變化就比較大啦，都整得七七八八啦。咁至於3棟、7棟、8棟咧，都係處於爛尾嘅狀態。咁包括啦，連珠海市不動產登記中心都冇顯示呢幾棟嘅一個情況嘅。而4月嘅時候呢，亦都有消息話現場已經達到咗竣工備案驗收嘅條件。咁但係因為未支付施工單位嘅歷史結算款啦，咁相關單位係拒絕咗提交呢個進備相關資料。咁經呢一個住建部門啦、民生銀行欠款單位多輪嘅溝通，係準備採用呢個公抵方式去解決呢個工程欠款嘅問題。住建已經組織公抵協調會，咁同參建各方咧達成咗公抵歷史欠款嘅共識。咁目前公抵協議嘅手續喺度辦理中。咁5月份啦就完成咗消防嘅驗收。咁至於幾時可以正式到交付嘅階段咧，就未有消息啦。今集咧就到呢一度，希望影片咧有幫到大家，咁記得訂我哋 N 家頻道啦，一有新片更新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咁將我哋 N 家拍攝更新邊種類型嘅影片或者係邊個樓盤嘅最新進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啦，或者係 WhatsApp 客服57627840留言，話唔埋我哋就會過去拍攝你關心嘅樓盤同埋資訊。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我哋 N 家今日有一份經我哋團隊多年經驗製作而成嘅大灣區內房攻略送俾你，裏面會教你買樓必學8大重點，只要按住做包保唔會中伏。而家只需要訂閱我哋 channel WhatsApp 我哋打個8字，我哋就會將呢一份攻略嘅PDF 版 send 到去你手機上面，快啲嚟領取啦！